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恁即马收看的是台湾趁大钱电视台，这是咱上新的节目《歪哥起床》。我是今仔日上水的主播黄春娇啦。即马时间是台北时间2:51，为大家播报上新的新闻。最近的少年人拢伫咧用手机啊，人人手里拢一支。亲像某一只鱼先生讲的，新潮流吼，就亲像癌细胞吼，规个控制了少年党。新潮流伫少年党内面接至西软啊，比阮当时耍的电子鸡搁较普遍。根据统计，大家上接用的软体就是 YouTube 吧，嘛就是 YouTube。今仔日要播送的内容，甲这个有较大的关系。我要带恁大家来看现代少年人在流行的3个影片，若是无看过，实在是。大家好，我是市长。恁想要啥物物件拢尽量摕 ，money、我的 picture、某、珠宝、管刀，恁拢莫甲我叮当好无？我的秘书伫遐，恁会使去找伊。你的秘书上只家拢无做啥，啊，就剩头毛有一寡价值尔。无，其实伊穿啥是我咧管的，啊，毋是恁到底想要安怎？我要提到你上珍惜的物件。阮某，看起来无啥物价值。大爱你看这，啥物？伊敢若是一个全世界上普通、上无稀罕、上无可爱的传家宝啊！恁不如考虑一下阮某。死老狗，看起来这就是你上珍惜的物件，除非你家市长为你交互我，若无你这世人莫讲小熊看到你的狗啊！你三个无出镜头的查某囡仔走去倒啊？啊，老高市长放开。啊，是迄三个无出镜头的查某囡仔。无错。嘿，啊哈，啊哒。是恁即寡囡仔比我即摆就会使娶新某啊！为着要好好甲恁感谢，我即摆要甲这传家宝传互恁。写得好啊！我拄好想要换一个传家宝啊！恁即个囡仔屁药啊，咱小拄会着。上着是今仔日市长见小等小去批评的新闻现场，新闻快报，这3个批评的即摆已经互拐入去啊！为虾米迄3个囡仔屁创啥拢会使？咱煞要来坐家？就是讲嘛大个，咱也是会使甲因共款就好啊。比如讲偌一个水当当的宝贝啊，对啊，咱就会当统治规个村头啊，佫会使穿水水的管带的，互规个村头的人拢听咱的话。也有真侪粉啊，烧的滚甲最好。对啊，咱会扮做迄3个死狗囡仔。对，你嘛介意女装哦？对啊，女装啥物上好看？我是讲，咱要发大财啊！也毋过大个，咱敢有啥物法度会使尊重伊模样？这有影是一个问题，咱遮啥物拢无，因为成功比伫海底遐会搁较困难。大个，你看迄是啥？派大星好高在伫遐遐会，我经过较皮皮错啊。是讲咱一个活你去调查？我是想要讲这根本是大个，你去看遐，佫是啥物？遮内有即款物件？大个，你咧讲啥？笼仔内有青春少女加头毛甲裙，敢毋是真世上的代志？对啊，咱这3个歹面的，若是呈现就是会使一定会真斗大。噜啦啦噜啦啦噜啦啦噜。恁几个哪会伫遮？佫袂使，讲袂使放阮出去啊！原来你伫遮，总算找着你啊！我改变心意啊，决定甲你。嘘。来，把手交互我。把手开开 ，Close your eyes。来，你来，叶太太，你上好抓好条哦，我袂晓收水，无法度救你。笨死，收水都袂晓。目睭开好，你敢相信我？你莫甲我出啥物差错就好，我嘛袂晓收水。我敢若会伫灰尘出错尔，你尽量放心。好啊，目睭闭开。灰尘？啥物灰尘？孙诶，原来这个经理这么好，我哪会拢唔知影？呜呼！
巴西，紧甲手互我甲你捡转来。问一个啊，只要我问一个叫做红红的人，对啊，伊的小名叫做孙的，伊今日来跟我来，然后起来时阵我教我，我弟今仔日若是无告诉红红，今仔日就是因的死期。红红，当初的有将爱将，难过的弟弟，红红，若是互我找到，我一定会互伊遐好食。总算是甲迄个赤查某应付袂去啊！算诶，拄则迄个赤白白的赤查某是谁啊？因为啥物叫你红红？无啦，伊是阮阿姐小弟的囡仔的阿母啦。有种爱种是咧跳绳啊。原来是安尼哦，我想讲伊要甲互人并霸，你哪有可能会骂伊啊？是讲你阿姊毋是敢若你一个小弟尔？欢迎来到星期阿嬷的美药电台，我是马一箍阿嬷，我来这为恁这寡干不了什么好事的少年人，小解像迄叫啥？迄童话故事叫啥哈？哦对啦，白雪公主啦，用的药啊，等下啦，等下。我约着，你想要我霸大个心啊？哼，莫笑想我啦！我已经伫恁个李莫空下面下降头啊啦！想要换台，哼 ，never 啦！会 over my dead body 啊 ！Over my dead body! Over my dead body! 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药啊是少年变叫的药啊，就像这款。我平常时啊拢食这款。可我白头泡，有你的命啊！是我诱惑小鲜肉的武器呢。平常时啊完全是靠这款来补充营养的呢。恁知影无？这是白雪公主因求母生产的啦。规罐使用的是上高级的食材。有一个长杆仔伫亲情放来第一副料，直接放进去。第二个是长叶啊，伫落雨天放来第一副菜，就是直接放进去。第三个是倒来上青青鱼啊，我甲伊放入去啊，放好大。上头一个就是放养牛只，未来会当消化出来的体草的香味啊，爱看更较济，但是，有了一寡天然的物件以外啦，咱有良心添加的物件。第一个是火车站等于下面的树领头，就是这个拄啊无过领熟体。第二个就是拿着涂骹绝对超过3秒以上的艾斯库利姆啦。上尾一个哦，就是抗3年，绝对是3年以上的，已经发大胖。放心啦，绝对无迄种伪造成人参的白萝卜吼，嘛无迄种变成做仙草的树枝吼。我绝对我帮你挂保证迄种，红到红比白像恁迄种3八阿花的 MG 的高级啦。咱哦用的食材绝对是上车上好的啦。阿妈我是绝对当挂保证的哦。白雪公主的食物辛辛苦苦熬出来药啊，几工啊！这款药啊，伫各大通路拢有得卖啦，像迄加福啦、莲、北百货。但是阿嬷，我有可有的你是台中购入大厦的学生，我知影，在学生吼，阮无钱，穷到敢若像火车头，一定去食大款。所以吼，阮来一罐，外口迄200万，我就是我，伫遮吼就伫遮。用爱发电呐！
管哦，要1万块就好，1万块爱得了。但是呢，大概是要用青春的肉体来行啊。安怎？有较便宜无？一个有啊，就紧买起来啊！送礼自用的，拢会用到呢。头5个人买的动物，会使得到加倍的分量啊！要买的动物，请用下面的口诀。哦，路西法，我是戆大呆。大声甲画出来，爱大声，大声甲画出来了后，画3遍以上，就有专人出来甲伊接触啊。有简单无？绝对简单啊！恁少年人叫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好啦！我是马吉口阿嬷啦，我伫遮等恁哦。哆啦 A 梦，救我！发生什么代志？要安怎啦？静香的生日就伫要到啊！我靠，即马也要想着要送什么礼物互伊。哆啦 A 梦，你讲有啥物厉害的礼物会当互伊欢喜甲发光？哇哦，天公伯啊！我无迄种厉害的物件，你爱家己去棺材改啥，摕出200分的心。穿透拳，紧去甲问。夭寿青春的肉体，哪会遮缘投？哎，你是咧看啥？我啥物拢无看到，无看到啥物青春的肉体。这个死囡仔又搁走来和朋友。爸，安怎啦？我咧做工课。一直叫我要创啊！我咧做新诶。啊，着静香的生日伫要到啊，我毋知影要送伊啥物。我会当唱歌互伊听。莫，我拜托你较好心咧，毋通。嘿，各位朋友，嘿，好家诶。小夫，我即马当然想讲要送有人啊。啊，你哪会无穿衫？他拄仔有变态，伫倒位？我毋知，伊拄则咧偷看我洗身躯，我一定要抓着伊，然后踢伊诶尻川，剥伊诶皮。是我偷看你洗身躯诶。毋过我毋是变态，我敢若是想要知影你是用啥物牌子诶纱文洗身躯。再互你啦，你诶生日礼物。我看你诶纱文真歹用，若是用这洗，你规身躯顶顶下下，拢会当洗甲足清气哦。多谢你，你真正足大心诶。其实我嘛介意你真久啊。小等一下，你哪会无甲我讲你介意这？我找较大也要互恁啦，等我一个。小夫啊，我毋是叫你顾厝，你哪会甲我走出来？阿母，你哪会来遮？我找着啊。
今仔日的歪歌试出就到这，多谢各位的收看。即摆来讲明仔载的天气，明仔载的天气会是落雨沙巴，请各位爱记哩早雨伞，嘛会淡薄仔冷哦，爱加穿一领外套，才阁出门，嘛会感冒起哦。我是今仔日的主播黄春娇，祝各位观众朋友有一个甲我同款美丽可爱的暗时啊！咱后摆再会。